这啉酒开车的，讲袂听嘛，教袂乖。交通部即摆祭出着真函教育，这礼拜开始，甲新北市的板桥殡仪馆来合作，要甲啉酒开车的累犯到案讲习的教室搬到殡仪馆的灵堂，要互因感受到失去着至亲家属的疼。酒驾，酒驾！伤心的爸爸大声骂，后生互啉酒醉的男子弄死。这款悲剧一再发生，交通部为要防止强化震撼教育，爱累犯在灵堂上课看遗体变贵。行三拜礼，而且找来台湾酒驾防治关怀协会协助规划课程。去体验的不是别人的死亡，而是如果你不改过，下一次就是你自己会躺在这里。希望透过这项新做法，带予酒驾累犯震撼甲警告，互因亲自感受到殡仪馆内面遗体出入入，上经后声不断的悲伤氛围，达到吓惊作用。不过民众看法无同。真的让人家就是过世了，然后去那边的话，应该是会有警惕的效果啦。也许他会比较有感觉，最好再加上鞭刑啊。我觉得没有效，当下贪图一时的方便，然后呢就没有想太多，觉得自己没有罪。目前这项新做法由台北区监理所先实施，其他县市也在评估中。政府祭出新做法，只希望啉酒开车的人会当将心比心，更加尊重生命。